维吾尔族突厥人的体育支持者来自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桑尼比尔·威廉姆斯，继阿森纳的明星足球运动员厄齐尔之后，世界上最好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桑尼比尔·威廉姆斯也批评了中国对穆斯林维吾尔族突厥人的待遇。威廉姆斯是一名转换成为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条消息，挥舞着一面中国国旗，另一只手代表着东突厥斯坦的国旗。他在讯息中说，我们更希望经济利益胜过人类的不幸时期。梅苏特·厄齐尔还从他的推特账户中支持维吾尔族突厥人，并批评沉默的人。为了不对东突厥斯坦的迫害保持沉默，并对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突厥人的迫害做出反应，在巴伊布尔由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领导的游行得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从巴伊布尔耶尼廷镇寺开始游行，直到土耳其世界公园。晚上，在可尼亚人权与自由基金会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的领导下，人们聚集在土耳其市中心，举着东突厥斯坦国旗和土耳其国旗，在阿拉丁山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做法。在摩洛哥，乌马问题代表团呼吁阿拉伯地理和伊斯兰机构支持遭受中国迫害的穆斯林维吾尔族突厥人。代表团在书面声明中关注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犯下的严重罪行、侵权行为，对宗教和土耳其身份的迫害。中国国家当局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做法被称为种族灭绝。人权组织和国际机构应防止对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任意拘留。另一方面，西非国家在毛里塔尼亚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突厥人的人权受到侵犯。他说，此外，保加利亚穆夫迪首席穆斯林办公室在书面声明中说，东突厥斯坦地区的中国当局对穆斯林的同化、肉体和心理暴力表示谴责。一名6岁女孩在英格兰的圣诞贺卡上发现的消息显示，外国囚犯强迫她在制作贺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佛罗伦萨·魏迪克姆住在伦敦南部的图江，从零售连锁店购买的圣诞贺卡之一。卡片上写道：“我们是中国上海金浦监狱的外国囚犯，我们被违背我们的意愿，请帮助我们并警告人权组织。”书面消息被注意到，英国记者彼得·汉弗莱曾在此监狱度过了2年的时光。他说应该与该人联系。联合国法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埃格尼斯·卡拉马德回应了沙特记者卡舒吉一案的判决，发出命令的人可以自由散发，甚至不被包括在调查和审判程序中。这是一个与司法不符的荒谬决定。英格兰要求对参与杀害卡舒吉的所有人进行解释。沙特阿拉伯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就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大楼遇害的沙特记者卡舒吉案，5人死亡和3名被报告者共计被判处24年徒刑。